煙民國慶突襲羅湖，煩兜煩。政府逼人戒煙，除咗加煙稅，就算想喺羅湖帶包免稅煙返嚟，都只係可以帶19支，要完整咁一包，就要拎住第20支煙，嘥時間去排隊交個2嘅稅，實行唔貴死你都煩死你。雖然煙民狂轟措施擾民，但係政府就一於少理。有人就喺網上號召今晚國慶前夕過關買煙，用1000蚊嚟俾個2嘅煙稅，逼海關找錢，大家鬥煩。又話至少有20人支持。反映翻個意見嘅就係話，其實19支真係好唔方便喎，點解你唔20支，或者索性不如禁咗佢啊？但係到時紅日好多人過關㗎喎，咁咪即係阻頭阻勢咯。既然你哋諗到呢啲政策嘅時候，相信會遇到一啲突發嘅情況㗎，咁呢啲其實係政府應該要諗嘅。佢又話：如果政策唔改，一定會再不定期咁突襲海關㗎。